陣你睇到呢條片嘅時候，應該中四啦。咁希望你越嚟越開心，喺神嘅恩典裏邊，成為一棵生命樹，祝福你身邊嘅人，同神同人都有美好嘅連結。陣陣咁升咗高中啦，都希望你可以揀到你鍾意嘅科目，響你可以揾到自己嘅興趣啦，知道你係好鍾意去研究啊、鑽研啊嘢嘅。咁希望你響5年後，你呢個自己都已經可以揾到自己嘅方向同喜好啦。返教會都可以有好多好朋友啦。響神嗰度都可以得着有同伴同你同行。爸爸留意到你係一個好怕悶，但係又好鍾意玩嘅人。希望你可以將你呢方面嘅 B 型大大發揮，祝福其他嘅人，將你鍾意玩呢個 B 型，神藉着你去祝福其他人。咁我覺得你係好識關心人同照顧人㗎喎。媽好欣賞你啦，你好多時都會留意到身邊人哋嘅需要啊，你都會去幫手啊，又或者有時留意到人哋想要嘅嘢，就算你自己冇嘅，咁即係或唔係自己冇，係可能就係得自己嗰份嘅，你都會去俾人嘅咁，所以呢一個都係媽媽欣賞你嘅地方咯。又或者你對嗰啲科學上面嘅嘢好好奇嘅，呢一個我都覺得係好特別嘅。你會去發現到一啲新嘅嘢咧，又會去繼續諗下㗎喎。咁呢個都係你神俾你嘅長處咯，同埋你唱歌好好聽嘅。唔知你而家會唔會已經係響少松、青松幫手勁帶隊，定係繼續做音控呢？希望你繼續響呢方面繼續可以有發揮成長，響教會繼續可以幫手，響神嗰度繼續可以 join in 到團隊。感謝主一路都會繼續帶領你，爸爸媽媽愛你。